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苏瑜文。从事电子唱机产业出名的许文鼎，耗时了5年时间所打造的留声博物馆，收藏了上百件的音乐和留声机。除了成为全台第一座要留住声音的博物馆，也让大家体验音乐产业文化和工艺之美。你有看过声音吗？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改变声音保存方式。为了让声音被看见，许文鼎耗时5年，成立全台第一座保留过去声音的博物馆。透过一台一台经典的留声机展出，揭开留声文化200年来的历史眼镜。我们的博物馆成立的宗旨是推广留声文化。那常设展的名称叫做“留声漫步，窥见百年时光”。我们的典藏有来自世界各国以及台湾的藏品，带领大家回溯到200多年前，探索音乐盒、留声机、电子唱机不同年代的机器记录跟回放的秘密。那不仅可以看到声音，那也看到了100年来留声跟人类之间的一些相遇的一些故事。文鼎音乐文化选择在府城创馆期间，更是前往欧洲、日本等地了解相关的展示方式。这次开幕首展就展出200年来不同的唱机工艺和留声文化，相当难能可贵。展示了3台我们的镇馆之宝。那旁边的这2台呢，它是双喇叭还有3喇叭的一个留声机的设计。那其实这种设计是非常少见的，以前都是在舞厅等等的娱乐场所去做使用。那它会做多个喇叭的设计呢，主要是因为喇叭它在读取音讯的时候会有一些时间差，那这个时间差就会让它有一种立体声环境音的一个音效。借由历史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分享，在多元音乐的现代社会当中，确实是一件有启发也令人感动的美事。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湾茶叶的高品质众所皆知，尤其高海拔出产的茶叶更是世界出名。为了将这些台湾骄傲的优质产品推广给更多人，知名的茶饮连锁品牌特别创立了全新品牌高觉茶，主打高海拔、高品质的精品茶叶。第一间的旗舰店就开在许多国内外游客最爱的赤坎楼对面。位于民族路赤坎楼对面。这个白色外观、有着几何造型的建筑，就是全台第一间高觉茶的旗舰店。走入店内，质感的装潢设计，并由专人介绍这些台湾高海拔出产的茶叶，让整个消费体验倍感尊荣。创办人王贤明希望透过高觉茶的成立，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好茶，同时也能够帮忙农民行销。一般茶饮店在使用的都是属于那个中低海拔的茶，我们这边的那个茶叶的话，都是来自于梨山山区，它最低的海拔有1600，它最高的海拔2400甚至2500公尺之间。这些高山茶，这是可能以前没有人做这样萃取的那种条件。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帮高山的农民甚至原住民朋友们在种的茶，来推广到我们的台南，我们的一般的那个的居民，甚至因为我们这边赤坎楼嘛。会有一些国外的那个游客，这样把我们的茶叶推广到国外去。店内除了高品质的茶叶，另外也针对年轻族群的喜爱，推出独家萃取技术的茶饮，希望能让更多民众品尝到这些来自台湾高山的好滋味。我们现在这边除了有传统的泡茶的那个茶叶在贩售以外，我们也有那个萃取，让年轻人可以接受的。这边萃取的茶也用的都是我们高山的梨山茶。冷泡茶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现在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族群最容易接受的一种饮茶的一个方式。那茶饮不一定是可以当这个相关的一个主角，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配角可以去做一个搭配。那尤其是跟年轻人的消费族群能够接轨的话，尤其是以冷泡茶为主，那高海拔的这个茶区的一个茶叶，更能够凸显我们台湾茶的一个特色。高觉茶主打台湾顶级高山茶，特别选用梨山茶区的优质茶叶，不是向大盘商批发取得，
而是特别与梨山地区的茶农共同投入茶园契作。王贤明表示，制茶全程不假他人之手，制产、制制、制销一条龙的方式，就是希望保障茶叶的品质与来源，让消费者喝到最好的茶叶风味。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所有生命自出生就开始老化，其中随着年龄增加，感受最明显的就是皮肤皱纹。中医延缓老化，除了靠中药，另外就是美容针灸。美容针灸优势具有类整形，透过强化表浅肌肉腱膜系统，能疏通经络，加强气血循环，进一步调整松弛的脸部肌肉。台南新楼医院中医科医师赵嘉怡表示，中医延缓老化的方式有许多种，其中最常利用有中药与美颜针灸。传统的中药内治是从整体观点出发，利用中药补充人体的气血。近年来也有美颜针灸，透过肌肉放松，达到筋膜拉提的效果。我们一般的美颜针灸，它主要是针对脸部的经络，还有那个 SMAS 层去调整，所以它其实是主要它用刺激以后，让本身自己的循环变好以后，然后所以它可以帮助自己的那个有一些筋膜啊，或是韧带，帮助它本身自己去修复，所以它其实也达到一些就是自己可以恢复年轻弹性的效果。这样，因为大家就是比较会害怕一些，就像那个整形以后或者是医美有一些的副作用，那其实很多就是在做医美的风险其实也是蛮高，所以他们会相对用这种比较安全而且比较没有疼痛的方式去做。那一般来讲，其实病人他们一次大概可能要连续做个10个疗程10次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定，还在看年龄层。像20到30岁的人，大概1个月到2个月再回来保养一次就好了。可是如果年纪越大的话，可能就要密集一点点这样子。医师表示，美颜针灸的原理主要是强化表浅肌肉腱膜的系统，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表浅肌肉腱膜层会逐渐失去弹性，脸部肌肤组织胶原蛋白也会逐渐流失。透过表浅肌肉腱膜强化，能够疏通经络，加强气血循环，具有类整形，进一步调整松弛脸部肌肉。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三民区德北公园里有一棵老榕树，相当的高大茂盛，但有一部分的枝叶却突然干枯。德北里里长向市府的养工处反映，在养工处邀请树木医师为老树诊断后，发现是感染了树木绝症的禾根病，在注射药剂后，老榕树才恢复健康，继续和里民相伴。公园里的这棵老榕树高大茂盛，但仔细看看树干和枝叶都往游戏场的方向倾斜生长，树下的气根也没有长得像另外一边旺盛。之前更发现上面有些枝叶突然干枯，里长赶紧向市府养工处反映。发现这棵榕树的时候，它有往那个车道这边倾斜，而且那时候已经发现倾斜有一定的角度了。所以说才委请那个公所那边联络那个养工处这边来进行修剪。我们榕树在生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些气生根，但是这些气生根可能会妨碍到一般人在行走啦，或者是说他在油漆的时候，那就会一直建议说要把它修除，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把气生根留住，然后尽量让它落土成为新的支柱。为了帮老树枝叶干枯的问题找出原因，市府养工处邀请树木医师孙延章教授来为老树诊断，结果发现是感染了树木绝症的禾根病，在挖开树根进行消毒和注射药剂之后，病情才获得控制。孙教授这个判断说，我们的根部生长状况确实是没有那么的好，那有那些禾根病的一些比较细微的病症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还有救治的机会。那就是说，他就是用他们开发的药物来做一些注入式的方式来将药物注入，让它的药剂可以经过它的树道组织传达到它的根部，然后去做杀菌的效果，这样子。平时养工处都会为行道树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期巡检，发现生长衰弱、枝叶稀疏、疑似患有禾根病时，就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评估和防治作业。也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在大树下踩踏，以免造成土壤硬化，影响树根生长。
我们要尽量避免，就是说去践踏它的根部，因为践踏它的根部的话，会造成它的细根的受损。所以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交通锥，提醒大家说，大家尽量不要去践踏这个区域，避免它的细根，因为它的细根主要它的树木的营养来源都是来自于土壤，那就是要靠这些细根去吸收。你看我们现在公园这边那个我们的维护啦，跟那个现在设施政府这边也都有帮我们做了很多的更新了。德北公园里的这棵老榕树陪伴里民多年，里长也尽心的维护公园里的花草树木。这一次看到老榕树重获新生，日后会更用心的保护它，让老树继续裨益里民。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圣诞花圈除了装饰之外，还有等待耶稣再度降临的意义。楠梓区真爱林社区关怀据点就请来了老师教长辈制作圣诞花圈，用铁丝将红、绿、白或紫色的花草固定在花圈上，长辈们相互帮助，做出自己独特风格的圣诞花圈。园艺老师教长辈将红、绿、白或紫色的花草固定在榕树的须根绑成的花圈上，不同颜色的花草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那个紫色是表示牺牲或宽恕，那白色是喜乐，那我们这些绿色嘛是一个生命。那比如说红色，我们红色呢是代表的是耶稣为我们流的血。好，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盼望，为我们赎罪。有的花草不太好固定在花圈上，老师教长辈用铁丝来固定，长辈得用手指一手压住花草，一手将铁丝缠绕住，有点小难度，但长辈都能够相互帮忙来完成。对啊，老师有教我们拿那个铁线教我们固定好，才不会掉下去啦。老师的思想很好啦，让我们的手老人家的手可以有那个铁线给我们固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缠得住，这样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你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还好吧。打几分？90分。有这个专业老师来带动，而且做的，我刚刚看了每个老人家都是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的看他做的真的都是很棒。长辈们一边制作圣诞花圈，老师一边说明圣诞花圈在圣诞节的意义。在制作的过程中，长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神圣的意义，也对自己完成的作品充满期待。我想，在这个园艺治疗，最主要重要的就是非药物性的治疗。非药物性的治疗就是让他的心里能够产生快乐，能够喜乐，然后人际互动的制作过程，他们在彼此的互动交谈，你会发现他觉得我缺什么，可是他有没有看到我还拥有什么，然后就好好的过着这个快乐的圣诞节。圣诞花里面包含很多的内容就是代表有这个生命什么所以很高兴有我们右昌教会来带动我们社区里面的这些年纪大的老人家。最后完成的圣诞花圈戴在头上，每一个都是长辈自己动手完成的，都具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回家之后挂在墙上或门前，期待迎接平安喜乐的圣诞节。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永华里因应里内高龄的长者比例相对较高，所以里长正确验持续引进不同资源来满足长辈的需求。这回南英商工就动员30几位学生来社区陪阿公阿嬷玩桌游和运动，甚至还和阿嬷学烹饪，学习古早味料理，互动的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市永华里因为开发的早，里内65岁以上长辈就800多位，高龄比例相对较高，所以里长郑确燕在服务老人和关怀弱势下了很大功夫。这回他们在南英商工等单位协助，除了有学生来陪伴老人玩桌游，透过手脑并用可以存脑本防失智以外，另外在活动中心还有一群70、80岁的长者，用他们常年烹调的经验来传承古早味料理。年轻人不懂的就请阿嬷教，让这群学中餐的学生收获满满，那份跨世代互动相当温馨。这素食的，炒含这无共，炒的是鸡改做肉丝，安尼料拢同款。
所以今仔甲学生合作做成就感无啊？好，做有成就感吗？嘿，做努力，做欢喜，嘿。不错的经验，毕竟是长辈传下来的东西，一定跟我们现在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毕竟他们是可能是从之前传下来的一个食谱的料理，那对我们现在读餐馆课的学生其实非常有帮助。不仅在比赛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把这些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运用进去我们的料理里面，会让我们的料理更加出色、更有特色。这个青银共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区很需要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很愿意跟学校结合，也很高兴学校愿意来跟里内的我们跟社区一起结合来办这个青银共学、共煮、共游、玩桌游，又接近了春节跟圣诞节，迎春送暖，真的很棒。对于南一商工来说，每一学期都会规划品德教育课程，招募学生志工来社区服务。这回来到永华里，让年轻人和长辈共学共融，除了满足长者的需求，也是自我充实、回馈很好的途径。所以我们今天带学生来，就是跟社区互动、长者互动，让他们可以把那个所学回馈给那个社区的居民。像我们餐饮管理科的学生，他们就是去帮忙煮菜啊，对啊，其他的像那个有一些志工，他们就去帮忙做那个水沟盖的部分，我们还有乐队，所以南一商工对品德教育是很重视的。永华里持续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机关团体合作，引进不同资源来面对超高龄的社会问题，也让各界看见社区长辈的需求，共同来享受健康生活。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大富翁桌游大小朋友都很适合玩，左营蔡公里里长就帮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买了2套的大富翁桌游，让长辈玩一趟台湾之旅和到世界旅游，过程中还要买地皮盖房子缴过路费，让长辈们动脑考验算术能力和地理知识。长辈们4、5个一组，有的当玩家，有的当银行老板。玩家要先掷骰子，算好走几步，到了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就要考虑要不要向银行买土地盖房子。走到别人家的地盘，还要缴过路费，几千几百元的一来一往，考验长辈的算术能力。他买依然2800，还要说什么？钱有够，伊本来要够，摕5000互伊走，找2200，对啊，很高兴。对，帮他找，该找钱的，有时候会动脑算说对，2800、2500哦，我们就知道动脑要多少钱这样子。为了丰富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内容，蔡公里里长特别买了2套大富翁桌游给长辈玩，一个是台湾之旅，一个是世界旅游。长辈像出去玩一样，认识每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曾经去过的地方还会有些记忆突然想起来，玩起来更有意思。我买到的是泰国、阿根廷、英国、中国，买4块地。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好像出刺激？对啊，过瘾了，第一次玩了，所以说也是很开心呐。对，有一些地名都已经忘掉了，可是这样子的话，无形中会勾起那个回忆，曾经玩过的地方。这个正好我前一阵子去长青中心也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在玩桌游，那也请教了我们的社工，他觉得说，这个桌游除了脑筋动一下以外，手脑会并用。在玩大富翁桌游时，其实是考验长辈的算术能力。从2个骰子加起来的步数，到买一张地皮多少钱，盖一栋房子多少钱，还有翻到机会和命运时都是多少钱的交易。给钱找钱当中，长辈的脑袋就会不断的转动。桌游是另外一种，大家可以有团队，还有个人，而且我们这边今天玩的有大富翁，有个世界的，一个台湾的。我想正好我们当作是类旅游出国的那种感觉。我想让长辈能够从游戏当中动脑，手脑并用。第一次啦，这次每个礼拜来都不一样的啦。大富翁是培养玩家的理财能力，从买卖中，长辈也会分享人生大道理。一次不要买太多，太贵的不要买，留下一些本钱，免得破产，得不偿失。记者黄冠维、赖长邦高雄报道。
台湾是美食王国，光是早餐就有超多选择，其中蛋饼就是一样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在高雄盐埕区就有一家蛋饼专卖店，使用润饼皮来煎蛋饼，层次丰富，口感酥脆，还能组合搭配超过50种的内馅口味，让人天天吃也吃不腻。将打好的蛋液倒入平底锅中，盖上饼皮后，再将两面煎到金黄上色。这是台湾人再熟悉不过的蛋饼制作过程。但是今天来到这一间位在市场里专卖蛋饼的店家，竟然是用润饼皮来煎蛋饼，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做春卷皮嘛，会有一些剩的，就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利用掉，所以就拿去煎蛋饼，就还蛮好吃的。我们又自己再尝试一些其他的口味，这样，然后客人都还蛮喜欢的。因为我们是用春卷皮，然后它会比较酥脆，然后我们用了2张，它其实卷起来的话会蛮有层次感的。然后里面是2颗蛋，所以里面会比较软嫩，对，所以它吃起来就是里面是软嫩的，然后外面的酥脆的口感都还在。蛋饼口味百百种，甜咸各有所好，但这里有一个系列的蛋饼，集结香菜和皮蛋这2种许多人不敢吃的食材去搭配组合，这真的会好吃吗？刚刚有看到有人在聊说，皮蛋香菜搭一起很好吃，然后我就自己尝试做做看，这蛮多网友去按赞的。我想说，这个东西不是蛮恐怖的吗？结果吃起来意外好吃，很多客人都是回购这个东西它反而聚集了蛮多香菜控在这边呢。另一款点单率也很高的打抛猪蛋饼，除了自己炒制微辣的绞肉馅，加入切成大块的小番茄，增添酸甜风味以外，四季豆也让口感更加清爽。而一般常见的起司蛋饼，老板从选用的起司及制作手法都经过考量，搭配地瓜内馅后，就是一份营养丰富、满足感爆棚的蛋饼。起司是因为我们不是用传统的起司片，是用乳酪丝。那乳酪丝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会有一些拉丝的口感。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用火枪去烤过，所以它的香气会比较浓。对，然后地瓜的部分的话，我们就看季节性如果它这个季节的地瓜好吃的话，我们会买到3种，所以它颜色上看起来会比较丰富，比较漂亮。这间在网络上评价很高，然后昨天我朋友有来买，只分我吃了1口，然后我觉得太好吃了，所以我早上要骑脚踏车冲过来买。我昨天吃的口感就很好吃因为它还有用春卷皮，所以它咬起来很脆，很香。对。最主要还是真材实料，因为其实去看它每一份其实都蛮大份的，甚至2个人吃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特色太多，因为我们总共有50几种，一天挑一个都可以吃1整个月以上。对太多了。老板自豪地说，一天换1种口味，1整个月也不会重复，而且还可以配合客人喜好，客制化独特的蛋饼。来这里不怕找不到喜欢吃的口味，就怕会有选择障碍哦。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因应国际人权日，台南市政府发表《磨砂岛大冒险：南都的秘密》人权推广游戏，以发生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期吴声达叛乱案为蓝本设计。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发表会，他邀请大家一定要来体验，希望借由线上游戏对历史议题产生兴趣。电脑画面当中出现可爱的人物对话，这是台南市政府因应国际人权日所发表的推广游戏，并以发生在台湾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为蓝本设计。我们特别透过手游、透过线上游戏的方式，做了这一次的磨砂岛的这个游戏。那希望透过所谓的历史人物当中的一个吴声达老师，他在白色恐怖遇难的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故事，把它改成线上游戏的方式，让大家从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理解这一段的历史。游戏发表这天，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他表示，自由、民主、人权得来不易，千万别忘记先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这段过程。大家都知道，这个走过这段历史的路我们真的很不希望说这段路就过去就随着老成凋零，或者随着物换星移、社会变迁，就埋没在历史堆中了解过去，或者是追忆过去能够让这个议题，让我们下一代能够知道。
游戏故事主角叫做小福，是历史人物吴声达的化身。游戏整体以像素风格呈现，玩家可以在岛上自由移动，收集线索。那其实这个岛呢，影射的就是我们台湾战后228那段白色恐怖的那段时期，就是大家怕讲错话会被消失的那个年代。那透过这个方式呢，玩家可以在岛上自由探索，那也可以透过这些 NPC 的对话，那可以了解说台湾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大概是这样子。那你拿到了这些的证据以及线索，去跟警察去做交差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是站在情治机关这个单位，或者是选择在受害人这个方向。根据玩家的选择，有多达6种结局提供玩家探索。游戏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都可以玩，希望借由半真实半虚构的磨砂岛来影响大众，打破对白色恐怖历史的既定印象。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苏瑜文，我们下次再会。